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0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2篇，何西阿书12章第20节到14节，马太福音19章16节到2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所欢喜的代志。上帝以欢喜人来尊叹伊的旨意，跟对伊的脚热，学习上帝的特质。就是亲像米迦书所讲的，行公义、好人民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上帝同行。但是就算是讲犹太的选民经常嘛拢违背甲上帝的誓约。何西阿书12章第20节到14节记载安尼讲，上主控告犹大嘛要照以色列人的行为来责罚伊，照因所做的甲因报应。因的祖先雅各伫胎年抽掉兄哥的脚后边，壮年的时甲上帝相演，伊演赢天使，流目屎求祝福。伊伫逼得利拄着上帝伫遐甲伊讲话。上主是万军的统帅上帝，伊的称呼是上主，所以你着归向你的上帝，持守慈爱公正，不时耐心听候你的上帝。以色列亲像胜利人，爱用无公道的信欺骗人。伊讲我真正好业，有真济的财宝，无人会当指责我赚的是横财。对你出埃及的时，我就是上主你的上帝。我要互你搁住伫布片，亲像在守节期。我要对先知讲话，互因看见真济的异象。通过因讲譬如基列有犯罪，伫遐的住民拢无路用。因为因伫吉甲献牛做祭，因的祭坛会变做亲像园内底离沟顶面的石堆。早前雅各走去亚兰地，以色列爸为着要娶某，甲人做工，为着要得到某替人饲羊，上主用先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嘛通过先知照顾因，毋久因惹上帝生气，主会将因流人的血的罪来归伫因。因凌辱主，主一定会甲因刑罚。伫福音书的中间中，有一个不有的人来找耶稣，问到着讲安怎做，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伫耶稣甲伊对话了后，咱知影伊真正有钱啦吼，也因为太过重视财富，来离开上帝永远的道路。马太福音19章16节到22节的经文安尼记载，有一遍有一个人来找耶稣，对伊讲：老师，我着做什么款的好事，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？耶稣就因伊讲：你哪会问我关系好的事？只有一位是好。你若爱进入永远的活命，就遵守诫命。伊问耶稣讲是倒一条诫命？耶稣应讲：毋通害死人，毋通行奸淫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伪证，着孝敬父母，着疼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个少年人甲伊讲：这个我拢一直有在遵守，要欠什么？耶稣因讲：你若爱做完全的人，你去变卖你的财产，分互善车的人。你伫天顶就有财宝，然后来对我。少年人听到这个话，就忧愁来离开，因为伊的财产真多。耶稣基督真明白，甲这个真富有的少年人讲上帝所欢喜的代志。
但是最后伊却因这个目头角角来离开啦吼，因为伊的心中在乎赢过上帝的欢喜。基督徒爱用真诚的心来回应上帝，活出上帝所欢喜的生命。诗篇62篇，我的心神静静，专心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只有伊是我保护我的石盘。我的拯救，伊是我的堡垒，我拢袂动摇。恁攻击一个人要到什么时啊？恁亲像在带骑车的墙要倒一壁，安尼甲迄个人毁坏。恁斗阵计谋一直甲伊对尊贵的位甲请落来。恁爱讲白贼，恁嘴祝福心咒诅。我的心神着静静专心听候上帝，因为我会望对伊来，只有伊是我的石盘，我的拯救。伊是我的堡垒，我拢袂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光荣在伫上帝。伊是我的大石盘，我的避难所。万民着不时倚靠伊，对伊吐露恁的心情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人真正是空虚，会死的人拢是虚假。下伫天晴一定会浮起来，因合起来还阁比呼吸的空气较紧。毋通靠暴力毋通靠抢夺，财宝加天嘛，毋通想要靠伊。上帝讲一项，我着听两项。宽容属伫上帝，主爱嘛属伫伊。主啊，你要照逐人所做的，甲伊来报应。感谢上帝信属稳定保守阮，也恳求主来保守华人光复乡在居的兄弟，透过一的志工所行，上帝所欢喜的事来协助因，互因会当紧紧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